民党主席吴国昌闪电访问美国了，开记者会，伊伫会中讲啊，行政院提出1.25条的国防特别预算，伊完全无同意，所以民众党要继续阻挡行政院的版本，改为家己提出来的版本。这吴国昌一顿来，真拄好。New York Times 马上报道啊，指出了台湾甲美国的关税已经讲好啊，这敢是算是吴国昌的功劳吗？民进党的立委吴思瑶伊就讲啊，这个关税是长期谈判合作的结果啊，是无可能靠一次的闪电访问就有结果了。对不起，我顿一下，因为我脑袋里面一直在思考要怎么样组织我的发言。讲话真细致，民众党主席吴国昌11无已经拜访美国华府，讲这摆主题是台湾甲美国的关税以及国防的预算。目前行政院所提的那个版本，用7个条文要1兆2500亿，我跟大家讲大白话，反对。从美国回来了以后，我反对的决心只有更强烈。针对1条2500亿的军购特别条例，除了继续党行政院的版本，民众党嘛家己提出版本。吴国昌更加讲，这1条2500亿有相当的部分，唔是甲美国买武器，要求国防部后礼拜到委员会报告。有关于高关税的谈判，基本上条件都已经谈妥了，在未来的数周，应该就会进行正式的公布跟协议的签署。正式有拜访美国务的代表处，这是吴国昌伫台湾时间12透早5点才到华府，10点开始头一个拜会行程，一直到暗时11点半坐飞机返来台湾。纽约时报伫台湾时间13透早报讲，台美贸易协定接近完成，对台湾的关税将会降到甲日本、韩国同款的15%。关税或军购都不可能是一蹴可及，这都是长期的谈判，不可能是1天2天的快闪就来促成一个关键的成果。吴国昌旋风式的访问美国，讲什么代志，当事人无易讲，这敢会改变在野党对着军购特别条例立场，这爱个观察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